咁多位 YouTube 同埋 Instagram 嘅網友，我想分享嘅係2025 Brian Chang 大事回顧。首先過咗社會嘅大事，第一國際大事。1月20日，美國總統特朗普繼2017年之後再次上任總統。第二，3月1日，啟德體育園正式開幕。第三，5月31日，大欖隧道成為最後一個實施易通行嘅收費亭。第四，有兩件嘅兩岸大事，就包括11月9至21日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同埋12月8至15日第12屆殘運會同埋第9屆特奧會就順利舉行嘅。第五，12月21日中九龍繞道正式通車。第六，香港機場運作100週年。跟住係個人大事。第一，兩岸大事嘅就係元旦日首次喺內地洗牙，即係北上深圳。第二，1月18日疫情之後第一次玩到四驅車，就喺陽鎮一間中心入邊。第三，國際大事。3月29日至4月5日去咗東京、河口湖同埋箱根旅行。第四，我本人呢就加入咗陽鎮5年。第五，做咗成年人10年。第六，都係國際大事。12月14至到20日去咗日本嘅沖繩旅行啦。仲有呢3項嘅特別大事，就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20週年，日本東京山手線全線通車100週年，同埋都係日本秋葉原嘅 AKB48 出道20週年。咁今日嘅2025 Brian Chang 大事回顧係咁多，預祝2026新年快樂！就要多多支持 Brian Chang YouTube 視頻同埋 Instagram 啦，多謝大家。